終於揾到西九龍區又方便又高性價比嘅新盤，就喺呢度。項目位於長沙灣青山道439號，由益兆集團及駿和合作發展。而家現樓開賣，即買即住即收租。全棟共95伙，兩梯5伙，單位以小戶型為主嘅。即刻睇睇最細嘅開放式，面積177平方尺，就細啲，不過依然有價有市。售價只係288萬咋，印花稅最少要100蚊，真係超抵啊！收租係好嘅選擇。同區新型屋苑呢，尺租大約都係50至60蚊，收租回報率高達4.5%啊！兩房309尺，開則勁靚，入屋就洗手消毒先。冇走廊位，非常慳位。睡房喺左右兩邊嚟嘅。而家嘅售價呢，就只係需要499萬啫。樓下有齊民生配套，亦有巴士同小巴路線，鄰近荔枝角商區，返工超方便。有興趣了解新盤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